根据国防部的统计，讲过去到今，陆海空军伫新竹市有真侪设施甲营区，地属这灌村的数量也真侪，计共47座。市政府即马也当咧修复甲活化这个灌村建筑，希望会当甲灌村的历史文化甲人情味拢保留落来。 规身躯过去国军的仓插来到灌村头前翕相，亲像转去到过去。其实，搁较早在日本时代，新竹就是军事重地。后来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由海空等等国军长有袂少部队，嘛在遮设营区，所地计共有47座灌村，嘛挖在新竹市。要穿着这样的服饰啊，来衬托以前那种大家以前对眷村的那种回忆。即使在更初期的时候啊，更老一辈的人哈，他是知道这样子的服装哦，其实是就是它是一个台湾街头的一个印象这样。有60公尺宽大烟筒的日本海军第6燃料场已经补强结构，按算2025年底修复完工。另外，过去国军重要干部参灌属大的将军村，不断咧修整。 未来希望开放给民众使用。那我们希望把它转换成一个开放的图书资讯园区哦，希望在这个空间里面不但是说能够让民众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学习知识，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跟就近的这些原生的眷村的这些居民哦，能够有更长期的一些互动哦。时代的发展的巨轮，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逆转啊，但是我们应该政府可以做的时候，去评估眷村的一个状况哈，起码再规划几个保留地哈，让这个印象可以 得以留下。除了修复工程，文化局也举办演讲、电影放送、灌村市集等等的活动，希望灌村的历史文化会当保存落去。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